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陳婉容。先睇下今晚嘅新聞重點。長江客輪翻沉事故至今只係9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各位，長江客輪翻沉事故已經發生超過24個鐘頭，至今只係救到14個人，揾到5具遺體，有439個人仍然下落不明。旅行社方面亦都冇違規經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南韓提供新沙士病例透明度不足，會尋求世衛協助。又話新嘅入境檢疫會要求入境人士簽名作實健康評估。而早前曾經到過首爾醫療機構實習返香港之後唔舒服嘅廣華醫院骨科醫生就對新沙士病毒呈陰性反應。盧卓耀報導。亞洲電視記者盧卓耀報導。而南韓確診中東呼吸綜合症嘅人數增加到25人，2個患者死亡。喺醫院附近嘅小學同埋幼稚園宣布暫時停課。黃文俊報導。亞洲電視記者黃文俊報導。本港出現今年第一宗本地登革熱個案，衛生署話天氣炎熱容易滋生白紋伊蚊，呼籲市民要加強滅蚊。環境局決定暫緩喺啟德郵輪碼頭安裝岸電設施。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話：全球只有少數嘅國際郵輪使用岸電，而且相關系統營運同埋成本相當高昂。實習記者阮文山報導。繼續新聞時間，政府向立法會預告今個月17號提交政改方案到立法會審議同表決。方案內容冇改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就話：對政改方案獲通過信心唔大，只能夠寄望其職。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話：仲有2個星期先至表決政改方案，中央唔可能退讓，希望議員能夠冷靜客觀作出理性判斷。盧卓耀報導。亞洲電視記者盧卓耀報導。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泛民主派嘅死硬派同頑固派只係極少數人士，中央仍然視大部分泛民係朋友。有學者就認為，政改一旦被否決，社會應該停止再討論。范立行報導。亞洲電視記者范立行報導。澳門的士違規情況嚴重，部分司機拒載同埋濫收車資，唔少居民都投訴截的士難。盧卓耀喺澳門報導。電視記者林永雄報導。係啦，巨價美股變點啊？美股早段係向下㗎，投資者憂慮希臘債務問題嘅談判結果影響入市信心，美股早段失守18000點水平，一度跌過8點。恒地主席李兆基話：如果政改獲得通過，恒指可以升穿3萬點以上。如果有3萬，移動跌5毫。一鐵一局今日都有項目截標，當中港鐵日出康城第7期收到7份標書，市建局大角咀酒店項目收到10份標書。現場所見，陳宇陽話：聽日點啊？聽日天氣都好熱㗎，天文台預測聽日大致天晴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30幾萬。各位新聞報道完，晚安。亞洲電視。